这几年有真侪护理人员不时拢会徛出来争取家己的劳动权益，要求加薪水或者是调整护理师甲病人的照顾比例。事实上，薪水少、工时长，嘛是侪台湾劳工的困境。那立白三党的总统候选人伫选前嘛拢有提出政见，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。保障劳工权益的上阶工资法，伫咧去年12月总算三读通过。这些劳工团体拢望未来会当改善弱势劳工的生活。加薪的问题一直拢是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代志。三组总统候选人也捌伫政见发表会提出解决的方案。侯友宜是提出守护劳工7钱的政见，毋望对加薪、增加休假天数等等来改善加薪高工时的困境。第一件，劳工加薪，企业减税。第二件，所有弱势降低赋税；第三件，增加收假天数，尊重劳动尊严再升级；第四件，力保劳保基金永续发展；第五件，兴建劳工财；第六件，保障非典型劳工权益；第七件，修订3法，劳权加码。现在国问题是认为加薪是教育出问题，地书教出来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。伊表示未来选调了后，除了高等教育、技职教育嘛会同款重视。在台湾目前是缺工跟低薪并存，理论上缺工就应该会高薪啊，怎么会低薪？这表示说我们学校教出来的学生不符合社会企业上的需要，所以这个有学用落差的问题。我会将重高教轻技职的教育政策改成高教与技职并重，来强化产业衔接，解决学用落差。另外，罗清德是提出提高劳工薪水的政见，伊讲未来选调会根据物价指数，也是经济成长指数来调整劳工的薪水，嘛要鼓励资方提高提拨退休金。必须要提高劳工的薪水，除了发展经济，让产业升级，能够有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以外啊，我也会善用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推动过的劳工基本薪资的这个法案，运用物价指数啊，根据物价指数或是经济成长的指数来调整劳工基本的薪资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，台湾的 GDP 自2000年到2021年成长率有到130%，但是加薪却一直拢是劳工上不足的代志，影响到结婚生囝、买厝等等的生活规划。这劳工团体拢捌呼吁企业应该爱和劳工分享经济成果，但是要安怎维护促进劳工的权益，未来执政者要是爱好好思考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